好，在第二篇来看评鉴复习啊。评鉴复习其实就是讲那个总理府，伊是那个嵩山六演演3年哦。3年过后呢，伊退演回来，因为伊通个太舒适了。开始来讲，伊写信呢，本评委讲，伊那叫筹码个茶位会归来。希望伊去接伊哦，结果呢，伊下火车个时间，东看右看，评委呢，评委去哪哟？难道伊无讲无接到信的吗？伊就去甲行到那个半路的时间，就看到评委去过。评委带伊个生日呢，就是伊个还日宴的时间，个生日天伊个来的哦，然后天伊来伊安排的哦。伊就问评委讲，评委你有无来哦？评委讲，查账按多人，以为叫我将本人看到伊叫哦。总理府连2个人过去过后呢，发现，伊个片同有卡个财产全部卖抢有卡抹个就无诶。伊个本人家要带2个人审法，2个生人的审法咯。所以遐个时间，想到原来审法按辛苦。故呢，评委其实伊讲毋拍个，只要毋好，我就毋拍个。所以接下来要舒适的时间呢，总理府有写信呢同评委讲伊要舒适。伊希望要有钱，因为接下来无减保，抹个就会钱过贵哦。过当然劝评委讲无买迄也着财产，因为伊个本人家我有某个想法，毋买迄着不总理府去看舒适无一定会好呢。无好个时节，能也个妈妈同带2个生日呢，是要靠嘛个来审法。评委讲毋拍个，虽然伊毋会好，至少爱做到位，爱做过，爱努力过，毋会好也是命哦。所以讲人家讲伊毋会好，劝伊毋会卖体哦，留下来好好过日子。伊上爱毋相信伊会是，伊可以留下来哦。饲个归来过后呢，是公婆饲个讲法哦，讲说评委就讲爱相信毋会好，伊希望迄有福之人付钱时啊。伊无爱预先死哦，伊希望伊迄慢死，佛规矩哦，总毋得按假死哦。所以伊情愿买迄体内来推治疗哦。我买迄过后呢，因的审法真是就是过辛苦的哦。因讲评鉴夫妻百事哀哦，嘛个多的钱。所以总理府伊讲伊规迄个时间不想象讲哇，因按穷按无钱，迄没有卡位乱七八糟，生人咧恶做做，没有。伊讲伊开门，你迄个时间发现哇，有卡枪哩，过枪哩，有那个做鸡啊树啊枪，碗筷洗啊枪，毋会恶做做。有一种细末的个温暖的感情哦。那个迄以规矩是浪费规矩过来个，我本人讲我舒爽的一种感觉哦。看到评委个工作过辛苦哦，有时就会去做工，当主管归来主动煮饭，分颜色是饱的需求诶，有下主就再去做工，连暗暝伊夹个走过来来做饭。总理府就讲哇很辛苦，干脆俺能调分过来哦。伊老爸做事，有卡爱来输。讲伊讲像存到洗衫服，伊毋可以爱其他个伊就会收体内啊、带生日呢啊、煮饭啊，伊就毋会洗衫服。2个人的工作就跳稳的哦。嘛个就会钱啊，开门。他讲你过多过简单的事情，对也着没钱的人穷人来讲，也个是一种负担。嘛个柴米油盐从不会钱。其他是的话就是讲评委用的存钱，伊做后盾来同伊天数哦，毋会本评委安尼走来走去2片走，安尼过辛苦哦。